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鸟车头家的早顿预告。有一天，料理救援队伫因秘密基地树仔骹咧开讲。恁甲看，这张广告单是鸟车头家寄来的，唔知要搁变啥网啊？明透早鸟车头家的早顿店要开无啊？头一摆的免费，不管伊要创啥，咱都爱甲做到。安尼，咱明仔载去集合，做伙出门。好啊，敢爱先食早顿，头一摆的免费呢，咱才互鸟车头家请就好啊。袂用得啦，鸟车头家唔知有啥阴谋，咱袂当去放放。安尼，咱虽然家己传早顿来，我就想要看恁拢食啥。好。牛早，我早阿嬷煮的咸糜，要食无？我要豆奶甲肉包。阮阿母替我准备饭圆，有包油炸粿甲菜脯。我透早煎菜头粿，脆脆嫩嫩，足好食。逐个人的早顿看起来敢若拢足好食款，做伙食哦。逐个先食有饱，较免等下去鸟车头家遐中价。阿公，等下唔通使食哦。豆奶也是甜的较好啉，咸豆奶嘛袂歹，酸咸啊酸咸。我唔敢啉咸豆奶，看起来无介好食款。阿公，你也有唔敢食的物件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爱准备出发啦！哇，人吵，拢咧排队等鸟车头家开门呢。唔知咧卖啥早顿，想着排队排遮久，我又搁枵啊！阿公，拢已经中昼啊，竟然搁还袂开门。咱敢会互怪去啊？巴肚咕咕叫。有人等袂落去，先走啊呢。这无啥对呢，敢会是吊好离散价？大家莫紧张，我拄则去看过啊，鸟车头家搁困唔知醒。咦，哪会安尼？这是啥物情形？嗨啊！困过头啊！开早顿店对我这种透暝无困的来讲，真是硬倒。我看还是搁破明一下。代志就是安尼，免惊。想袂到鸟车头家即摆无创空，毋过嘛是害大家枵甲变宝。安尼，甲神奇食谱摕来用。这个，嘿，好食的料理有听目的色地，好片的芳气，刷嘴的滋味，上界重要的是诚意食水甜。嘿，好，古早味的番薯糜，大家等遮久，拢忝啊，紧来食。辛苦等到的料理实在好食。即摆感谢鸟车头家无出来乱，料理救援队嘛辛苦啊！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公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5集有小带各种的早顿，
这碗就是阿公上爱食的咸糜，你闻看卖？等下才食。咱先来讲讲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明仔载、透早、中昼。明仔载、透早、中昼，这三个词拢是甲时间有关系的语词。今仔日过了，就是明仔载；日头出来的时阵，就是透早。阿公，老早。中昼到啊！阿公，你要食啥物？咸糜、咸糜、番薯糜、番薯糜。早顿这集有讲到两种糜，一种是咸糜，一种是番薯糜。咸糜伫以早是甲暂卖剩的饭菜，无要拍算，伫个过昼的时阵，佮掺一寡新的料，变做新的料理。所以无固定的口味，甲口罩的煮法嘛拢无共款。即马已经是变做在地化的特色料理，演变到当已经是全工传的料理啊。像即碗就是全工煮的海产糜。番薯糜，以早的农业社会收入少佮散，逐顿拢食番薯糜，所以有真侪甲番薯相关的俗谚。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番薯汤。这句就是讲顺其自然的意思。会晓算，袂晓除，摕米甲人换番薯，这句就是伫讲做买卖袂好的代志。急放放，急放放，就是无要无紧的态度。像阿公，你若急放放，无你注意时间，就会困过头。咕咕叫。咕咕叫，嘛有人讲叽咕叫，就是巴肚枵甲肠仔肚咧抗议，就会咕咕叫。这啥物声？哎哟，阿公啊，是啥物人甲你虐待啦？枵甲巴肚拢咕咕叫啊！枵变宝，枵变宝，就是枵甲司机无力，有时啊，阁会皮皮喘。硬斗足困难，无好处理解决的问题。这个鸟鼠仔头家贼头贼脑，要拆破伊的规矩，实在是足硬斗的。一摆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因为家己急放放困过头，无通伫早顿变骹手，总算无互料理救援队出骹手啊！料理救援队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